始正式嘅比賽。咁起步咧集中住咧就睇住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嘅隊員啦，咁啊隔離咧亦都有咧就係香港科技大學龍舟隊、香港航海學校 U23C 隊。嗱，開始咧見到護江維多利學校好似咧就大墮後啊嚇，咁啊大學生科大龍舟隊咧就唔錯啊，咁啊開始咧就有少少領先嘅優勢啊，咁啊隔離啦，咁啊拍住啊呢個航海學校啦同埋呢個領航者惠一龍啊，咁啊呢幾隻龍咧係嗱而家睇埋咧，除咗真係護江維多利亞係墮後之外咧，其他呢隻都仲有機會喎。係絕對係啊嘛，中間就領航者惠一龍同埋航海學校咧係較為接近嘅，個6號龍同埋7號龍。咁而5號龍科技大學咧，亦都喺隔離，不過就稍為墮後啲嘅啦。因為從呢個角度咧，如果佢喺呢個位嗱冇錯啦，我哋從呢邊睇到啦，擺明係墮後。從正話咧係打斜咁樣影落去咧，就見到其實係明顯落後嘅咧就係科技大學啦。呢3條龍嘅話。咁啊，暫時即係6號、7號啊，即係航海學校嘅U23隊啦。咁同埋呢個領航者惠一龍咧係稍稍佔先啦。咁啊，但係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喎，因為咧邊咧有1號咧就係呢個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啊。咁因為佢就唔係拍住嚟爬，咁所以咧暫時就比較難咧去分辨佢排緊喺咩位置啊。但係我呢個視線望落去咧，喺我呢個事情底下咧，佢又唔係太差，唔係話墮後都好緊要喎。如果相對係護江維多利亞學校咧，佢真係喺好前嘅地方，睇嚟咧佢仲排喺第3、4嗰個位置上面添。係啊，大王有機會咧就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係擊敗科技大學添啊！咁啊，但係咧冠軍睇嚟都係航海學校同埋領航者惠一龍之爭㗎啦。咁啊，但係究竟係邊隊咧？我諗就係輝惡鬥啊，因為而家進入咗最後100米嘅賽程咧，佢哋咧差唔多啊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大王你呢邊咧係近啊，同我哋咧係及清楚。嗱，之前我哋睇到呢個6號龍咧就係香港航海學校咧已經係衝咗上嚟啦，7號龍咧啱啱俾佢墮後。而家我哋見到啦，航海學校已經係跨前咗一個龍頭同埋一個4個人嘅身位啦，應該準備過終點啦。6號龍，香港航海學校冠軍，亞軍就係領航員，領航者，跟住就係5號線嘅香港科技大學龍舟隊。至於咧就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呢一班嘅同學啦，亦都只係輸最尾5米咋，咁啊臨尾咧喺最尾嗰陣嘅浮波咧，亦都咧就衝到翻嚟，咁啊攞個第4名，咁啊佢哋就擊敗咗咧護江維多利亞學。